我係 Cyrus 啊，今次大韓帶大家直飛敦煌，沿古絲綢之路一路向西走入新疆，我哋會穿越火焰山、上天山、天池等等，一次過睇晒大漠啦、赤壁啦同埋雪山嘅，大家睇下。最特色嘅就係一個冇牛肉草果喎。好味啊！好味。咁啊喺我身旁邊嗰色彩繽紛嘅單車就係我哋大韓悉心安排俾團友。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喺吐蕃大韓假期安排咗一間5星嘅民族酒店溫德姆酒店。大家嚟睇睇有特色風情嘅酒店嘅時候，泳池仲有個沙寮嘅喎，大家睇下喺廣闊嘅沙寮裏邊，你可以玩沙啦，同啲小朋友，又或者風濕關節痛嘅時候，揾啲沙擁埋自己，亦係一個賞心樂事嘅活動嚟㗎。咁呢個係大韓獨家安排俾團友親手整下啲當地特色嘅樂。嗰啲轉動，這個火的那個是死的，要轉動嗰啲，要轉動啲先用嘅。好玩，都幾好味。有個師傅教我哋做，咁咧我做得比較水準差啲啦，但係都做到嘅。咁啊多謝大韓啲導師教我哋嚇，多謝。